特别来讲，鲜奶茶、鲜奶茶主要的原料是茶米甲鲜奶。网络有咧传，讲茶米有草酸，牛奶有钙质，两项做伙食，药剂会结石，敢真正安尼咧？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热天到啊，想要啉一粒牛奶茶，家己 DIY， 讲是比奶茶较健康。你确定喝鲜奶茶真的有比较健康吗？网络上有谣言说喝鲜奶茶很容易导致肾结石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实际上呢，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，草酸跟这个钙会就结合，成为一个没办法融化的一个部分，肠胃道不吸收就会随着粪便排出来了。伊主要原料是茶叶甲牛奶，这茶叶含有草酸，牛奶是含钙质，混合了后形成这草酸钙，会随着排泄物排出来，袂留伫体内，嘛会进入药剂，造成药剂结石。身体会造成结石的草酸，它的那个草酸钙主要是因为我们血液浓度的草酸浓度高了，之后再加上我们的钙浓度高，血钙浓度高，它才会变成草酸钙在身体里面结合形成结石。另外，豆腐甲含有丰富草酸的青菜做伙食会造成药剂结石，其实这嘛是假。但是茶类确实会产生草酸，加上下流，或者体内欠水，就会增加血液中的草酸浓度。医师甲营养师拢建议，想要避免结石咧，上好的方法就是白滚水加啉寡。水分不足，所以才造成他的血液当中的可能草酸钙质的那些浓度增加，所以造成他结石发生，并不是因为他喝了鲜奶茶造成他结石。每天希望2000cc 以上，然后增加运动。虽然讲牛奶茶袂产生结石，但是无表示讲会使逐工啉。若是想要用这牛奶茶来吸收钙质的，更加无可能。营养师提醒，伊含糖量悬，上好是唔通啉过量，营养也是爱平衡的摄取，较健康。